话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目前国民党内总统情调呼声上悬的人选之一。侯友宜明仔载要出发到新加坡访问，来做市情的国际交流。伊这次出国是真受到各界的关注。根据一间媒体甲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民调，这个纳日北三卡都的状况下，侯友宜甲郭台铭敢若差0.7%。台湾民意基金会分析，这提名决定的时间若继续来扭长，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变数。抱学龄的幼囡仔，互什么市长侯友宜是笑甲嘴啊里塞塞。不过，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选还未定案，民调数字恐惊互侯友宜笑袂出来。根据政团媒公布民调，伫咧南日北三卡对办事，同款对战大清朝含国文体，侯友宜支持度24.4%，郭台铭支持度23.7%，两人争差敢若0.7%。另外一份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民调，南日北三卡都侯友宜嘛敢若比郭台铭加3.7%，两边是愈来愈竞争。台湾民意基金会就分析，提名决定时间继续牵长。上尾结果，嘛抑阁是一个变数。面对所有的外面，我们都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主要竞争对手郭台铭出访美国、日本了后，侯友宜嘛公布明仔载会出访新加坡。新北市跟新加坡长期以来是友善密切的互动，大家彼此的交流，互相理解，共同携手。伊加22号登来台湾，出访的地点选择了过去高雄会谈和马习会举办的地点新加坡。侯友宜伫提名进前出访，为面会官员到未来国际路线，拢是焦点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